你是新来的吧？算是吧。哼，现在到几点呢？11点半了，现在到了饭点了，赶紧给我打一份龙虾饭上来，我只要龙虾不要饭。不是你自己没长手没长脚啊？凭什么还让我给你打饭呀？哼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让你给我打饭，是我看得起你。不是，你们平时就在公司这么对待新员工的？哼，我告诉你，这里一亩3分地都是我罩着的，你信不信？我分分钟让我表姐给你开除了啊！不是，我告诉你啊，员工来到这个地方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来听你使唤，更不是来伺候你的。好，你给我等着！哎，表姐，跟我来，快点把这个人开除了。这谁呀？谁？哎，老板，怎么是你呀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早点通知我，我好派车去接你呀。我要早点通知你，我能看到这么精彩的一幕吗？啊，我问你，她是你表妹是吧？啊，是我表妹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什么事啊？她说她现在中午肚子饿了啊，好吧，你现在可以带着你表妹永远的一起回家吃饭了啊。不是，老板，你啥意思呀？难道你要把我们两个开除了？我不服，我也不服。你们俩还不服？那今天我就让你们心服口服。来，屏幕前的家人们，你们支持我开除这公司的2个蛀虫吗？如果支持的话，右边不管是什么，帮我点播点播，谢谢大家了，好人一生平安。